家有冇試過，一過咗45歲，雖然生活事業都好似上咗軌道，但內心硬係有種講唔出嘅攰。以前後生嗰陣，爆蝕加班打通宵機，第二日照樣精神奕奕去開會，話咧照一過夜晚12點，個大腦就慢到好似以前嗰啲撥號上網咁，嘟嘟，你明明想諗多少少嘢，佢就直接同你熄機。仲有複製，見到啲20-30歲嘅後生仔學新 app 玩新科技，手勢快到你眼都花，你攞住個說明書睇極都睇唔明，字又細粒，流程又複雜，搞到你想成部電話掟埋牆嗰一刻，你係咪即刻覺得，唉，我係咪真係退化緊？我係咪已經跟唔上時代？我下半世係咪就係咁樣一路沉落去？停一停先，唔好自己嚇自己。我最近睇咗一本書，哈佛大學教授 Arthur Brooks 寫嘅神作叫做《重啟人生：中年覺醒》，入面講嘅嘢真係好似當頭棒喝咁敲醒咗我。教授話俾我哋知，你根本唔係退化，默默咁幫你進行緊一場人生下半場嘅執位，好似你揸開架手波車，行到半路要換個波段，先可以繼續順暢咁行落去。你準備好未？同我一齊睇下呢場執位究竟係點樣一回事？好多人一聽到智力衰退4個字就驚到冷了，成日同後生仔比記性比反應，輸咗就覺得自己冇能用。但教授話到尾都錯晒。心理學有個好出名嘅理論，將人類嘅智力分咗2種，一種叫流體智力，另一種叫晶體智力。咩意思呢？我講個比喻你聽，智力就係你後生嗰陣最威嗰樣嘢，反應快，記性好，學新嘢好似吃生菜咁易。呢種智力係靠你大腦嘅硬件速度嚟跑分嘅。心理學研究指出，係智力喺20到30歲嗰陣就係萌峰之後，必然會慢慢下滑。你做乜都好，都冇可能逆轉呢個生理時鐘。所以你發現自己記性差咗，學嘢慢咗，唔係你嘅錯，大自然嘅規律嚟㗎。但係好戲在後頭，晶體智力呢樣嘢就完全唔同玩法。佢唔係靠速度，係靠厚度。佢係你幾十年嚟掂行過嘅扣，喊過嘅眼淚，笑過嘅皺紋，全部沉降落嚟，變成咗一種大局觀判斷力，同埋一睇就知邊度有蠱惑嘅經驗智慧。教授話，流體智力會衰退，會隨住年齡增值，越嚟越強大㗎。佢嘅黃金爆發期，正正就係40歲之後。我用過你實名嘅比喻，上半場我哋靠嘅係流體智力，嗰時就好似一部全新落嘅超級跑車，領至100，加速快過火箭劈雲，又型又靚。但係呢啲跑車極度耗油，而且副計長期狂踩，一定會撕，會磨損到你40-50歲。同後生仔鬥起步鬥極速，你爭搞到自己成日入廠維修。到咗下半場，上天好公平，佢會幫你自動波咁換嘢。你架車裝嘅唔再係追求極速嘅跑車計，有個經驗老到到爆嘅 GPS 導航系統。呢個 GPS 累積咗幾十年嘅大數據，邊條路逢星期5晚例牌塞死，邊度有影快相嘅陷阱，邊條捷徑連 Google Map 都未 update，你一睇就知。後生仔踩住鹽擺咁衝入去，你笑一笑，慢慢行另一條路，仲快過佢到達目的地。你唔再需要同人鬥快，識得用最慳油、最優雅、最安全嘅方法行完下半場嘅路。呢個就係智力鑄型。你唔係蠢咗，你係由一個衝慫陷陣嘅士兵練升成咗一個運籌帷幄嘅軍師啊！有時講完智力，我哋傾下心態。我發現好多朋友去到50歲，仲係好努力咁喺自己張 bucket list 願望清單上面不斷加嘢。尤其我要買多層樓，我要升到總監，我要環遊世界80日。哈佛教授話，如果你仲係咁樣不斷做加法，下半場你只會越行越痛苦。點解？半生我哋受多巴胺驅使，成日覺得擁有得越多就越成功。買車買樓升職係一種生存本能，但去到人生下半場，如果你仲係抱住呢種批我心態，搵2個結quả，一係因為得唔到而焦慮，二係得到咗之後發覺都係不外如是，空虛。下半場真正嘅成功係要學會做減法。
教授喺書入面提到一個好正嘅概念，嗱嘅事叫反向願望清單，即係話你唔好再諗我要加啲咩，你要認真諗我究竟可以趕走啲咩。我再用個比喻你就明，就好似準備去一場好長好長嘅 road trip。上半場我哋個個都好似第一次去旅行嘅大鄉里出城咁，驚死執漏嘢，有幾件衫以備不時之需啦，帶多對鞋啦，帶埋個風筒啦，帶埋本書喺車睇啦。結果呢個喺塞到爆一爆，拉鏈都幾乎粘唔埋。你架車好重好耗油，你想加速又冇力，時想轉彎又腳軟，行得幾辛苦下半場，你終於明白一個道理，好多嘢其實你根本用唔着。都開始將啲無謂嘅應酬、死要面子之嘅交際、啲早過期嘅野心，仲有呢30年嚟積落嘅怨氣，逐樣從個海入面攞返出嚟。當你將個係嘅嘢清走一半，你會發現成個世界唔同晒，架車輕盈咗，引擎聲順返，你終於有油可以行遠啲。最緊要係，因為你唔使再死盯住個路面，驚架車死火瞓，去望客窗出面嗰個靚到震嘅夕陽，你聞到路邊啲草香，放下唔係認輸，係為咗拎返起你自己。好啦，講到尾聲，我想講一個最感動我嘅部分。Brooks 教授喺書入面提到一個好有意思嘅自然現象，新堤白楊樹 Aspen Grove。你走入去白楊樹林，企喺地面望上去，一棵棵樹高聳入穩，分得好開，好似每個人都係獨立作戰嘅個體，各自揾食。但你知道嗎？呢個只係表面嘅假象。如果你肯挖開泥土，睇下地底下面，發現一個驚人嘅景象。呢度所有嘅白楊樹，佢哋嘅根全部係滲埋一齊㗎。佢哋唔係獨立嘅個體，而係一個巨大嘅生命體。佢哋透過呢個地下網絡買糞、分享養分，甚至係當有其中一棵樹受到蟲害攻擊，佢會透過呢個根部網絡通知晒成個森林嘅其他樹，一齊啟動防盜機制。呢個就係白楊樹法則。上半場我哋個個都好似鬥雞咁，將身邊所有人當成係對手，要同同事爭表現，同朋友爭身家，甚至係同鄰居爭車位。我哋以為做孤獨嘅奮鬥者先係堅強。落場，如果你仲係抱住呢種單打獨鬥嘅心態，你會好攰，而且好易冧。人到中年，最重要嘅係重建你嘅地底樹根。呢啲樹根係咩？你同屋企人之間嘅無條件接納，係你同嗰幾個相識於微時嘅老友之間嘅心照不宣。你唔使再逼自己日日去識新朋友，去換名片，去參與嗰啲無聊嘅飯局。你反而要回頭個電話打俾嗰個成日話約食飯，但成年都冇見過嘅死黨。你要重新建立呢啲連結，因為當你覺得攰、覺得沮喪，甚至係遇到狂風暴雨嘅時候，真就係關係組成嘅地下網絡，先係撐住你唔會倒下嘅最大力量。一個人都會斷，但成個森林嘅根紅埋一齊，你點都吹唔散。老友記，講到呢度，我都要收一收尾。嗰時你知唔知？你上半場為咗頭家，為咗份工，為咗證明自己真係好犀利。你每日好似隻牛咁死撐爛撐，捱過幾多風雨，你已經證明咗你係一個好優秀、好有責任感嘅人，又好對得住所有人。而家嚟到下半場，你嘅大腦主動幫你換檔，其實唔係揼廢，你係上天俾你嘅一個溫柔提醒，係時候放鬆一下，對自己好啲啦。由你照鏡見到自己多咗2條皺紋，白頭髮又出多咗幾條，唔好再執起趴仔喺度拔，或者望住佢嗌聲靚氣。你睇真啲每一條皺紋，你親身經歷過人生風浪嘅勳章，證明你曾經大笑過，曾經皺眉苦惱過，你活過。每一條白髮都係你用晶體智力換返嚟嘅智慧金絲。你唔再係一張乜都唔識嘅白紙，一本寫滿故事嘅厚書。你根本冇退化，你只不過係啱啱完成咗上半場嘅精彩演出，準備緊做一場最華麗、最從容、最優雅嘅轉身。Madly，如果你身邊都有啲成日為咗自己變老而焦慮，成日嗌以前好啲嘅朋友，希望你將呢篇文章 share 俾佢睇，當係隔空請佢飲杯茶，送個溫暖嘅擁抱俾佢。老友記，入場先係真正好戲嘅開始。
我哋一齊慢慢行。